圖書館裏的男孩。1965年的某一天，一個身形瘦小的男孩突然出現在學校的圖書館裏。管理員見到他，覺得很驚奇，連忙問他：2個星期前，你明明因為搬家而轉校了，為什麼今天又回來呢？原來男孩本來是這所學校的4年級學生。1個月前，他到學校圖書館來幫忙。管理員給他講解圖書分類法，然後讓他把放錯了位置的圖書放回原處。男孩興奮地問：像是當偵探的樣子嗎？管理員回答：是啊。這個男孩行動敏捷地在書架之間穿梭來往，很快便找出3本放錯了的圖書。第二天，他來得更早，幹得更起勁。2個星期後，男孩知道自己因為搬家而要轉校，就擔心地說：我走了，誰來整理那些站錯隊伍的書呢？才過了2個星期，男孩竟然回到圖書館來，他又欣喜又肯定地告訴滿臉疑惑的管理員：那邊的圖書館不讓學生幫忙，所以我請求媽媽讓我轉回來。如果爸爸沒時間開車送我，我就走路上學。我決定要來圖書館幫忙。這個意志堅定的男孩長大後創立了影響全球的微軟電腦公司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電腦界奇才比爾蓋茨。